歡迎大家嚟收睇我哋呢個介紹分享頻道啦。咁首先恭喜大家啦，已經完成咗我哋嘅 AIMO 初賽。咁接下落嚟咧，等緊大家嘅咧會係我哋呢個 AIMO 嘅晉級賽啦。咁喺呢個分享頻道裏面啦，我哋會同大家講一講關於呢個晉級賽嘅資訊啦，同埋你會見到啲咩題目啦，諸如此類嘅。好，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即刻開始啦。咁就等我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亞洲國際索羅倫匹克公開賽啦。呢個比賽咧就由亞洲國際索羅倫匹克聯合會主辦嘅，由2012年舉辦至今，係最權威嘅國際索羅倫匹克賽事之一。每年喺香港區嘅初賽都吸引到2萬名嘅學生參加，係國際間唔同教育機構嘅數學能力參考指標。而呢個比賽咧嘅宗旨咧就透過舉辦競賽咧，去激發同埋培養青少年學習數學嘅興趣，強化同埋提高青少年嘅創新思維能力。擴展唔同嘅地區同埋國家啦嘅青少年嘅國際視野。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啦嘅總決賽咧，每年喺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舉辦嘅，吸引超過20個國家同埋地區嘅代表隊參賽，係名副其實嘅殿堂級奧數競賽嚟㗎。而喺比賽資訊方面啦，今年嘅晉級賽啦就會喺2026年嘅4月19日星期日舉行嘅。喺小一方面啦，咁佢係決賽嚟嘅，咁就會有75分鐘啦。而小二啦都係75分鐘，小三去到高中咧就會有90分鐘。全卷分為3個部分，一共25題，滿分係120分。甲部咧就有第1到第10條，每題4分，一共40分。乙部咧就有第11到第20題，每題5分，一共50分。而丙部咧就有21去到25題，每題6分，一共30分嘅。而喺獎項方面咧，每級都設有呢個冠軍、金獎、銀獎同埋銅獎嘅。冠軍就係每級嘅第1名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每級嘅頭嘅8% 啦，就會有金獎，再跟住嘅16% 咧就會得到銀獎，再跟住嘅24% 咧就會得到銅獎嘅。而喺小二去到高中組獲獎嘅同學咧，更加可以獲資格參加喺8月20號喺河內舉行嘅總決賽添。咁大家到底咧會喺呢個晉級賽裏面見到啲咩題目咧？以下其中一種嚟嘅，咁我哋嚟睇一睇啦。第一，佢就話啦，小艾同埋小貝咧就玩呢個擲骰仔嘅遊戲啦。小艾咧就擲 n 次，如果其中最少出現1至1咧，就小艾贏，否則咧就小貝贏。咁如果小艾贏嘅概率咧比小貝大嘅，咁求 n 嘅最細可能值係幾多？好啦，咁我哋諗下先。咁首先我哋咧個結果啦，即係擲骰嘅結果咧，會有呢度1、2、3、4、5、6啦，會有6種結果嘅。而當中出現1嘅可能性咧，就會有1/6；而出現唔係1嘅可能性咧，就會有5/6嘅。咁而咧當中咧，我哋要知道咧，如果小艾嘅贏嘅概率大過小貝咧，即係話小艾贏嘅概率多過1半，咁就話小艾贏啦。咁點樣做咧？咁我哋首先睇下啦，如果呢個 n 即係小艾擲骰嘅次數係1嘅話，咁會點咧？咁咧佢應該會有2個結果嘅，一就係佢擲到1啦，另外一個結果就係佢擲唔到1。咁而家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小艾贏嘅概率係幾多咧？咁首先咧，佢擲到1嗰個可能性咧，就頭先講咗啦，係1/6嚟嘅。咁所以而家小艾贏嘅概率總共咧就係1/6。咁然後啦，如果你見到呢度仲未過一半啦，咁即係佢要再擲多次啦，係咪？咁如果 n 等於2嘅時候，咁就會再嚟多次啦，咁就會有佢擲到同擲唔到啦。但係要注意有個前提嘅，就係佢已經第一次擲唔到嘅，咁所以咧今次嘅概率咧就會複雜少少，就會係第一次擲唔到，即係5/6啦，再乘以第二次擲到1/6。咁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小艾贏嘅概率咧嘅總和咧就會係36/11啦。但係我哋見到都仲未過一半嘅，係咪？咁如此類推啦。咁 n 等於3嘅時候啦，咁嗰個概率咧就再加多一嚿啦，係咪？咁就加多個5/6，加埋216/91。咁然之後都未過一半嘅，咁我哋再嚟多一次，係咪？咁再嚟多一次啦，咁今次咧就再加多一嚿啦。咁樣咧就再乘多一個5/6。咁而家咧嗰個概率咧嘅總和咧就係1,296/671。咁呢一個咧過一半未咧？過啦，佢過咗一半啦。咁即係而家小艾贏嘅概率就多過小貝啦。咁所以答案係4。
好，咁我哋咧頭先已經睇咗一種題目啦，我哋就再睇多一種，睇一個例言。設 n 係一個整數，若果 n 減25、n 加31、n 加79、n 加967同埋 n 加2023都係質數嘅話，求 n 嘅最大可能值。好啦，咁呢種題目點樣做咧？咁我哋咧嘗試睇一睇先。咁首先啦，呢度咧有5個數字嘅，一共係咪？咁我哋咧就通常會做啲乜嘢咧？我哋咧想嘗試簡化，因為後面個數字咁大咧，其實我哋睇唔到任何資訊嘅，係咪？想簡化，但係點樣簡化？我哋唔可以無啦啦加數或者減數噶嘛。咁我哋就會點咧？我哋就會睇下佢除以5嘅餘數。點解5咧？因為有5個數字。好啦，咁我哋第一個，咁其實個 n 我哋唔知道係乜嘢噶嘛，係咪？咁我哋就忽略咗佢先，我哋淨係睇後面嗰個部分，即係-25、31、79、967同埋2023。好啦，咁佢哋除以5嘅餘數係幾多咧？我分別就0啦、1啦、4啦、2啦同埋3。好啦，我哋會見到有個好得意嘅地方，就係每一個數字除以呢一個5嘅餘數都唔同，係咪？咁即係乜嘢意思啊？即係話佢原本嗰嚿嘢啊，即係原本嗰5嚿嘢啦，佢哋除以5嘅餘數都唔同，即係話一定有其中一個數字係5嘅倍數，因為佢齊晒5種唔同嘅餘數嘛，包括0啦。好啦，咁究竟邊個係咧？咁啊諗下啦，全部裡面一定有一個係5嘅倍數，而5個倍數裡面係質數嘅得5自己嘅啫，係咪？咁所以當中最細嗰個一定係5，所以我哋知道 n 等於30啦，因為 n 減25應該要等於5嘅。有冇問題？好，冇問題嘅話，我哋就繼續去後面嘅部分咯。咁跟住落嚟啦，就除咗我哋頭先講嘅2條例題之外啦，我哋仲安排咗一啲題目咧，俾大家可以試一試新手。好，大家咧可以睇一睇呢條題目啦。咁如果大家試完之後咧，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啦，我哋會有呢個答案俾翻大家睇一睇嘅。好，咁大家可以睇一睇接下落嚟嘅呢6題嘅題目。咁相信各位咧都喺前面嘅題目咧已經試完新手啦，咁我哋就繼續翻嚟我哋分享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會同大家講呢個積分獎勵計劃嘅。咁如果咧各位咧喺呢個 AIMO 嘅晉級賽裏面啦，獲得各級嘅前3名嘅話咧，可以獲得7分；獲得金獎咧可以獲得5分；獲得銀獎嘅話咧可以獲得4分；而獲得銅獎嘅話咧可以獲得3分嘅。咁獲得啲分數可以有咩用咧？咁就可以咧成為我哋嘅 Pioneer 啦。如果你得到26分嘅話，而若果咧你去到42分咧，就可以成為 Legend。而如果咧係各級嘅前3名咧，而且多過42分嘅話咧，就可以成為 Legend of Legend 啦。咁我哋咧就為咁多位啦想參加我哋比賽而挑戰自己學生啦，準備咗呢個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特訓計劃。咁我哋呢個特訓計劃咧，就一個課節啦，成3個鐘頭啦，100% 咧就完全模擬比賽實況，等咁多位啦可以熟習呢個比賽流程啦同埋運作。而我哋咧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，按官方授權資料咧去分析試題，同坊間嗰啲虛構分析咧係完全唔同嘅。咁而咧各位有興趣想報名我哋呢個晉級賽特訓計劃嘅話，又可以喺邊度報名咧？各位咧可以喺我哋嗰個晉級賽邀請函上面報名啦。而除此之外啦，我哋亦都有呢個線上特訓課程嘅。咁內容咧同實體課程係相同嘅。咁咧我哋都係由呢個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，喺影片裏面咧分析試題去教授大家。而特點就係咧唔受時間同埋地點限制啦，
可以喺60日裡面咧無限次重溫模擬試題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報名呢個線上課程嘅話咧，就可以喺下面呢個網站度報名啦。咁嚟到我哋影片最後啦，咁我哋咧就俾翻前面嘅6題嘅題目啦嘅答案咧，大家望一望啦。咁樣咧就希望咧喺我哋嘅晉級賽咧可以見到大家。拜拜。